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Rain，我係深圳人啊，我嘅廣東話講得唔係幾好，今次係我第一次拍廣東話片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包涵。最近我有好多香港朋友問我，話佢哋返大陸用 VPN 嗰陣，網速好慢又唔穩定，香港行貨 iPhone 又得一個 SIM 卡位，所以我係額機買上網卡都唔係好方便，而且呢啲卡返到香港用又要實名登記，所以我就想介紹張中港澳提供完，同時唔使實名登記嘅 eSIM 卡俾大家。大家可以 scan 呢個 QR code 二維碼註冊同 download KDSIM，喺 Play Store 同 App Store 都可以揾到佢哋嘅 app。呢個台有好多個國家嘅 data 可以揀，例如你揀日本，開通咗之後你上網嗰陣就係用緊日本嘅 network， 無論你係香港啊、大陸定係日本，上網體驗都係一樣嘅。而且呢，如果你開嘅 plan 係大陸用唔使嘅話，仲可以係香港同日本用繼續用上低嘅 data， 完全唔使換卡，亦都唔使搞其他多餘嘅詞典，真係好方便。開呢張卡嗰陣，只需要用支付寶香港俾錢就搞定，好啱香港人北上嗰陣用。